回头继续来看，南北到底有法度合作无？讲基层是真焦虑。国民党伫高雄的立委参选人李明轩开出着第一枪，公开欢迎郭文特帮伊徛台。这南北到最后，若真正合无成，立委赖事报讲，基层的声音真大，拢希望侯友宜会当搭配着韩国瑜。 欢迎所有人愿意来为我站台、为我加油的人，我都欢迎。无论是柯文哲、郭台铭还是阿扁总统，我都欢迎。国民党家囝发出欢迎，郭文特徛台，李明轩是拿赢第一个人。因为昨天呢是民众党在高雄第一选区曾颖丽她的竞选总部成立，那我送了2束花篮过去。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希望说到最后一刻都还会继续努力。前一天李明轩佮送回到民众党伫咧流水区以南维持一席提名的开席立委詹粉地合不出，看得出基层也是希望南北合。如果蓝白不合的话，就不会邀请柯文哲吗？这当然啦，肯定的啊，这怎么可以站台呢？不要为了上媒体而去讲一些反而会伤害自己的话，有时候啊，偷鸡不着蚀把米。 支持侯友宜的立委爱行较认真嘞，只是南北海基地会10月讲到他也无结论，有的人就烦恼，搁安尼落去会袂赴应战。真的合不起来，要自己的副手一定要准备好，总要拍拍照吧。最晚我看最少这个礼拜。 是最后时间了啦，不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会尽量努力的朝着蓝白合。出口派希望继续讲落去，不过毛基层伫咧提供，若是含郭文特讲袂落去，规期请已经徛台5摆韩国瑜直接到达侯友宜来做后韩配就好。基层的声音是希望这样子，但是当然要看韩本身的意愿了。不过我第一优先还是。 蓝白合啦，和郭文特合作当然是拿军的第一志愿，若是还阁无法大街口的国民党，嘛是有摘掉阁另外想办法。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